走到年尾，秋风还在吹，但每盏灯都没熄灭。因为我们仍愿意并肩站在这一回，春天的新闻写投资1000亿的波纹，芯片与供应链把世界拉到家门，城市也不止忙碌，周年运动为人潮翻腾。在跑到宇宙胜利，我们学会彼此相认。你说未来不止效率，不止数字能证明，要把人的尊严放回每次决策的中心。早餐店的热豆浆，人把清晨叫醒。意见不同，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才行。哦，4月的海沙雨停，提醒我们要冷静。日常的身心是把恐惧折成安定。6月海关出港，还是像一段针，说我不扣口号，是把准备做到透明。7月8月投票热，结果仍让制度运行，不是谁赢谁输，是我们要学会修补裂缝的深夜。这座岛绝不只是立场，是四季生活的重量。不同的意见可以充分表达，是我们民主的价值与实践。我们仍愿明天一同继续努力，2266愿大家平安如常，祈愿大家健康快乐过日常。若世间人慌，我们就一起唱，让我们一起走到更好的地方。9月花莲霓虹，19条生命让人心痛。3次超人的手把家园从淤泥里挖洞。10月猪瘟警报，农村与市场一起紧绷。同月1万现金发放，安抚景气与民生的风。气候议题也在发生，精灵不是梦，是要做的工。12月街头捷运的上，提醒安全不只靠勇敢，也要心里的望，也要照顾的手不断。年底海上军演逼近，航线改道警戒拉门，越是压力，我们越要把日常守成平安。2425，我们记得灾难与政变多真实，也记得互相扶起是这座岛最深的本事。2226有心底答应，不让彼此变成敌人，还愿意一起活在这座岛上的人，就一起唱，一起走，一起把未来写成